老左，咱们的恩怨先搁一搁，先料理了这2个小畜生，杀了他们！老左，你身中异毒，在下绝不趁人之危。我们2个的账以后再算，告辞了，走。我抓住那2个小畜生！放开我！你要死要活！我当然是要活啦，可是你活不了了。好，把解药拿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啊？那我们2个怎么分呢？好，我饶你们2条命。解药呢？我身上没有解药，只有我爹爹才有。你爹爹在哪儿？我爹爹当然在家陪我娘喽。啊！我先把你头发烧光。你敢？我怕疼。怕疼？那就把解药交出来。你这个人真笨呐！我的闪电雕是一般的东西吗？有那么好治的吗？那我问你，被毒雕咬伤，能活几日啊？我爹爹说能活10日。不过，帮助你内力深厚，武功高强，我想，能活20日。好，给那小子服7日断肠散。你干嘛？又不关他的事。段大哥，段大哥。小子，你听着，断肠散7日后就会毒发，毒性之烈，肚肠寸断而亡。你小子回去拿毒雕的解药来，若7日内赶回，我就把那小姑娘给放了。解药嘛，自然会给你。不行，光是解药还不够，还要我爹使独门内功才行啊！那就叫你爹爹一起来。不行，我爹爹是从来不出古一步的。这样吧，干脆我们大伙儿一起到钟姑娘的府上，然后请灵尊大人医治解毒啊！不行，不论是谁，只要踏进我家古一步，便非死不可。不行，你奶奶！如果这小子不把你爹爹请来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段大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我家怎么走。你真的不会武功啊？哎，我真的不会武功，就是因为我爹常叫我学武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啊。哎呦，江湖险恶，你不学武功更危险了，你还是学点武功的好。打打杀杀，有辱斯文，我还是不要学的好。哎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们家怎么走吗？好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们家呀，哎呀，你到底会不会武功啊？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在无量山。段大哥，你带着我的鞋给我娘看，记住，千万别说你姓段。小子，期限一到，你要拿不回解药，老子就把那小妞一刀宰了！
会吧？这样的地方也有人住？在家断狱，擅闯贵府，还望主人恕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一定是有一个女子住在这里。她为了什么事如此伤心，竟然远离人间？她一定每天在这里顾影自怜，实在是令人神伤啊！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不免玷污了家人。我应该死在外面的湖边上才是，不然有后人来到，看到我的遗骸，还以为是家人的枯骨呢。我这样看着姑娘，实在是太无礼了。啊，神仙姐姐，小生段誉，今日能睹芳容，死而无憾。也不知神仙姐姐怎么称呼呢？姑娘，你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吧？哎呀！你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啊？我不跟你走了，你快放了我！你现在服了吗？还敢不敢自称大丈夫了？不服！大丈夫就是大丈夫！再不放我，我可骂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胆子你就骂吧！这10多年来，我还少被人骂吗？你快放了我！你这个疯丫头！我就是不服，我就是大丈夫！
还不服？你不说话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，让你永远都说不出话。喂，疯丫头，你真割还是假割啊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要是割下来了，你有本事装回去吗？这个我还没试过，今天正好拿你试试。哎，别！你真要割下来了，那一定装不回去。这个不用试了，这个我知道啊。算你聪明。哎，这样。姑娘，后会有期了。不，像你这种疯丫头，还是后会无期吧。驾！叫！跑马儿，快跑啊！不要让他追到。马儿，你别回去啊！你别回去啊！啊，好马儿，好马儿，别回去啊！别回去！别！好大的胆子呀！私自逃跑不说，竟敢偷我的黑玫瑰！我又不是你的仆人，要走要留，看我的心情，谈不上什么私自逃走。至于这黑玫瑰嘛，是我先前跟你借的，还没有还你，所以呢，算不上是偷。还敢狡辩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竟敢一再的顶撞我！在下是关系朋友安危的人，如果姑娘对我以礼相待，我自然不会顶撞你。你走吧，今天暂且饶你一命，等哪天姑娘不高兴了，再来取你的性命。哎，疯丫头，不，姑娘！姑娘，我好话说尽了，你到底去不去救钟姑娘啊？你对钟灵倒挺好，我师父说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个个只会花言巧语的骗女人，男人的话一句也听不得。你休想骗我跟你去救钟灵！哎，喂，姑娘，你要是不去救钟灵，就没人能救她了，那她一定会被佐子木杀了的。他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？你和钟姑娘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是不是？把斗笠摘下来。
你穿上这件斗篷，倒还挺像个姑娘的。要是再撞见别人，人家也不会误会我们一男一女。姑娘，你伤口还疼不疼？废话，我在你身上割2刀，看你疼不疼。姑娘，无量山剑湖宫是不是在那边？好像是啊。你要去那里吗？装什么傻？你不是盼着我赶快去救钟灵吗？要去，快点上马。啊，是，多谢姑娘。抓紧了。哦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等救出钟灵，这小丫头一定会跟你说出我的姓名，你不许听。好，我不听，我保证不听。就算听了，也不许记住。好，我就算记住了，也想办法忘了。无量剑派就在前面了，我们待会儿悄悄地过去，救了钟灵就逃，怎么样？说得容易，怎么逃法？你和钟灵骑了黑玫瑰就跑，无量剑派他们追不上你们的。那你呢？我给无量剑派逼着服了断肠散的毒药。佐子木说7天内毒发身亡，拿不到解药，我逃也是没用的。既然你服了毒药，为何不先设法给自己解毒，却来给我报讯？我本来以为黑玫瑰脚程快，报个讯耽误不了多少时候。你到底是生来心好呢，还是个傻瓜？我想各有一半吧。我不会逃，也不会骗人。我跟他们要钟灵，要解药，他们不给，我就杀人，杀到他们给为止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佐子木呢？快让他来见我们。小人不知灵鹫宫圣使驾到，多有冒犯，请圣使恕罪。什么灵鹫？快让佐子木来见我们。是。哎，灵鹫宫可能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。无量剑派佐子木，恭迎2位圣使，恭祝天山童姥万寿圣安，万寿圣安。起来吧。是。那钟家小姑娘呢？带她来见我。是。带钟灵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松绑。是。松绑。钟灵，快过来。你又是什么人？你，圣使面前不得无礼，老人家叫你过去。过去就过去。启禀圣使，属下被这小姑娘所养的闪电雕咬伤了，毒性厉害，请圣使开恩。姐姐，童姥的灵丹圣药就给她一些吧。多谢童姥大恩大德，多谢圣使恩德，属下共有19人被毒雕咬伤了。伸手。内服一些方可解毒。是。姐姐，走吧。我们走吧。恭送2位圣使，恭祝童姥他老人家万寿圣安。恭祝童姥他老人家万寿圣安。
姐，多谢你和这位姐姐来救我，可是我还要留在这儿。留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儿等段大哥，他去找我爹爹，可是还没有回来。哼，姓段的，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他说过他会来的，就算我爹爹不来，段大哥也会回来的。臭丫头，男人的话你也信？段大哥不会骗我的。你段大哥没骗你吧？段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。不是这样。姐姐，你怎么会和段大哥遇见的呢？段誉，我的名字，反正钟灵这个臭丫头会告诉你的。不如我自己告诉你好了，我叫穆婉清。穆婉清，水木清华，惋惜清扬。哼，姓得好，名字更好。好过你这一段木头，名誉极坏。我段誉呢，是名誉极好的誉。他在那儿，在这儿，婆婆，他在这儿。小贱人，看你往哪里逃！都追到这儿来了，能耐不小啊！把这个贱人拿下！快走啊！穆姑娘受人家围攻，我们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穆姐姐自有脱身办法，你不用担心，走吧。穆姑娘，你先走吧。我如果负了穆姑娘，非做人之道，好让她敌不过围攻，我再爬好言相劝，说不定可以挽回大局的。你这呆子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钟灵，你自己走，不许拉他。再不走，我就射你眼睛！钟灵，再不走，我就射你3箭！段大哥，你自己小心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小贱人受了伤，大家一起上！啊？怎么办？走！哎！驾！小贱人，跑到天边，我也能追上你。我看他们逃不远，从这边追。是。悬崖，黑玫瑰，不要怕，跳过去。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哎呀，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呀！放我出去！本门内功与各家各派内功相反，凡曾修习内功之人，务须静忘己学，专心修习心功，否则两功互冲，立时癫狂呕血，诸脉俱废。
这功夫简直是损人利己，吸取别人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力，这和搜刮别人的钱财据为己有有什么分别？这莽古朱哈又出来了，这回又要死多少人呐？这莽古朱哈是万毒之王，据说谁要是能吃了它，就会万毒不侵。吃它，嘿嘿，不被它毒死就得谢菩萨了。这北冥神功，既然是神仙姐姐要我练的，总有它的道理。再说神仙姐姐怎么会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呢？段誉呀，段誉，你这么想，简直是亵渎神仙姐姐呀！哎，凌波微步，这可是个逃命的好方法，名字取得也文雅。就练它吧。哭什么丧？哭什么丧？哭丧的来了！老子在这儿等你很久了。我的儿啊！他叫你儿子，是你老娘。胡说八道！这婆娘是无恶不作叶二娘，总有一天，老子这个雅号，凶神恶煞的雅号，一定跟他对调过了。恶人就恶人，还什么雅号啊？哎，那第一恶人和第四恶人又叫什么？这个乖宝宝，我就是你娘啊！别哭了，乖。装什么蒜？要弄死他，早点就算完了。心肝宝贝，别怕那个丑八怪，他打不过你娘的。你看你呀，白白胖胖的，多可爱呀！我一定会把你玩够了，再弄死你。现在还舍不得你呢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小姑娘，听说你老公不要你了，那不如就跟了我吧。老四，你个色狼，你给我住手！这个不错，待会儿送饭的人一进来，我只要这么斜走几步，绕过他，抢出门去，不就能逃走了吗？我得记熟这几步，免得到时候走错。你又没徒儿了，我和小妮亲热亲热都不行吗？我徒儿死与没死，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被你害了啊？我连你徒弟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害死他呀？那我徒儿哪儿去了？他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拜师？你徒儿肯定是被他害死的，不然怎么连尸首都找不到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连我徒儿的媳妇儿都这么说，难道冤枉你不成吗？我丈夫的后脑骨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天资也跟你一模一样的聪明，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十全十美的徒儿了。龙鹤偏偏跟你作对，你还不去替你的乖徒儿报仇？好呀！哎呀！
来了，都惊着我的乖宝宝。宝宝乖。外来人呐！抓你！外来人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呢？那个恶婆娘偷了我儿子，快帮我追！哎呦！啊！乖雕儿，乖雕儿，你咬我！臭婆娘，把我儿子还给我！你又是哪来的家伙？是不是你把我的乖徒儿给藏起来了？这不是无量剑派的掌门人佐子木先生吗？剑法稀松，生个儿子，倒是乖灵可爱啊！原来是无量剑派的掌门呐！嘿，左掌门，这位无恶不作叶尔娘，就是皇帝的太子，到了他手里也是一样不还的。左大掌门，你走吧。叶二娘，请你把儿子还给我，我再另外给你找3、4个小孩来。你要想要回你宝贝儿子的话，那就去
把那个姑娘的眼睛挖了，来送给老娘。哼，怎么样？无量剑在大理也算是名门大派，没想到他的掌门人却如此卑鄙。段公子呢？他在什么地方？段公子，哪个段公子？啊，段公子被这婆娘的兄弟给害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我杀了这群恶人，为段公子报仇。公子给他们害了。孩子，好！孩子，多谢。叶二娘，段公子在哪里？哼，我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了呀，也不会跟你说的。这位姑娘，段公子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被云中鹤害了？段公子被那婆娘的兄弟给害了。啊！南海恶神，你快放了穆姑娘，拜不拜师可以商量。穆姑娘，穆姑娘，穆姑娘啊，穆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穆姑娘，啊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哎，穆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要想打的话，多打几下好了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别哭了，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？那个南海恶神呢？你到底是来找他的，还是来找我的？我就是怕那个恶人再把我的心上人带走啊！讨厌，就会说好听的。婉妹，我可不能再把你丢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哎，别这样，有人在。啊？哎，人呢？你别逗了，这里哪有人呢？仗剑行千里，挥躯赶一眼。朱四哥，公子，我们是奉命接公子爷回去的。你这次出来，可把大伙担心坏了。我们四处打探你的消息，这才赶到无量山来啊。都是我不好，辛苦朱四哥了。父亲和伯父他们生气了。哎，皇上和王爷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啊。不过我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生气了，而且还很挂念你。这次八天石也来了，八叔叔也来了。他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去追那个恶女人去了。他让我在此留下来等公子。咱们这就回府，免得两位王爷惦记你呀。原来你一直都在这里啊？啊，我只顾看书，却什么也没看见。穆姑娘，来，我给你引荐，这是朱丹臣，朱四哥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朱丹臣见过穆姑娘。朱四哥，公子，咱们走吧。穆姑娘如果愿意，也请到公子府上去做客吧。啊，现在就走啊？那咱们就一起回去吧。
我不想跟他回去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太好了，我正不想跟你回家呢。我师傅让我少见生人。啊，我去牵马。别呀，那马蹄声一响，你那个朱四哥就会知道了。我们还是别骑马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走。待会儿吃完饭，你得跟我说你的7天7夜到底上哪儿去了。你要是敢不说实话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我哪敢骗你啊！我7天7夜呢，日夜都想着你啊。就会油嘴滑舌。哦，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被毒雕咬了，还吃了一只有毒的蛤蟆。哼，撒谎都不会撒，谁信你的鬼话呀？句句真话，绝不撒谎。你再说。哎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傻子，你能跑过马吗？哼，朱四哥，你这一大清早的就在这读书，想考状元呀？公子，你猜我读的是什么诗啊？你读的什么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季布无二诺，侯嬴重一言。人生感义气，功名谁复论？朱四哥是用魏征的诗来训我吧？啊，不敢不敢。公子爷博览群书，路上我再好好的向公子爷请教。恭请二位上马。我饿了，朱四哥，你管饭吗？哎，体育课往里边请啊！进来了，体育课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行，来，里边请，行。几位要点什么？体育课哥慢走啊！哟，客官，您这边坐。哇，客官，要点什么呀？好酒好菜给我拿上来。好嘞。客官，您这站住！打得过他吗？你放心，他既然让我们走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，快走啊！不行，朱四哥还没来啊！要不是我受了伤，我肯定会帮他的。现在怎么办呢？他来了，快走！云中汉也来了。
快开门呐！娘，快开门呐！娘，快开门呐！娘，书呆子，你乱喊什么呢？娘，救命玉啊！儿，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？有人追杀我，你看呢？你这个道姑，搂着他干嘛？快放开！婉妹，不得无礼啊！你这个小姑娘，不得胡说。他是你什么人？哟，看来爷们儿今天交了桃花运了，嘿嘿，连道姑都这么漂亮，我把你一块带走吧。玉虚散人，千万小心，他的轻功着实了得，大胆贼子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就凭你那支判官笔，我看还不行吧？娘，小心啊！娘，小心！好啊！你们大理国仗着人多势众，爷爷我今天不陪你们玩了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她真是娘啊！哎，玉儿，她是谁？她是穆姑娘，穆婉清，是我的。我是她娘子。啊，玉儿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，哎呀，娘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。你呀，跟你爹一样，到处签下风流债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这个姑娘呀，长得还真好看，就是性子野了点儿。以后啊，好好管教她。娘，你就别责怪婉妹了。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？什么修罗刀秦红棉？没听说过。你真的不认识他？修罗刀秦红棉是人是鬼啊？娘，婉妹都说不认识他了，你就别再逼问他了。哼，你就知道护着他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办。走，我们进去。好。走啊。刚才那个恶人是谁？那人叫云中鹤，是四大恶人的老四，外号穷凶极恶，武功在我之上。听说这次四大恶人都来了大理，其余三人的武功更是深不可测。云中鹤又知道你的住处，我看你还是回府暂避一时吧。我还回去干什么呀？我已经是一个出家人了，就是他们四大恶人一起来了，把我杀了，又有什么意思？娘，那四个恶人啊，都特别坏。你呢，要是不愿意回家住，那就去伯父那里住好了。我哪儿都不去。娘，那我也留在这里陪你。朱四哥，你回去告诉伯父和我父亲，就说我们两母子在这儿合力抵抗四大恶人。玉儿，你在哪儿学会的这样讲话？你一点本事都没有，要不然你留在娘这儿，也给我当个好帮手。可惜你一点功夫都不会呀。段郎既然留在这儿，我自然会留在这儿。我帮你打他们。穆姑娘，到底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？
怎么又问我？我刚才都告诉你了，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秦红棉是男是女是人是畜生，我都不知道。木姑娘，你别生气，我刚才看见你射箭的手法姿势，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，而且你们俩长得挺像，所以我才问你。不知令尊令堂如何称呼？我从小就没爹没娘，是师父把我养大的。我不知道父亲母亲叫什么。那你师父叫什么？我师父叫幽谷客。幽谷客。幽谷客。还是请您跟我们一道回大理吧，不然丹臣无法向王爷交代。啊，娘，你就不要为难朱四哥了，这一路上多亏他照顾呢。王爷其实一直很挂念你，你这次回府，王爷一定很高兴。他，哼，挂念我，我这一生一世都不想再回去了。丹臣斗胆替全城百姓请王妃和我们一道回府吧。恭请母亲回府。你们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娘，太好了！爹要知道你回去啊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一家人呀，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属下这就回去报信儿。娘，你是第一个看见我脸的。我发过毒誓，你对我说的话，还算不算数啊？好算数，当然算数了。到了我家，我一定跟我爹说我们的事情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……婉妹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嫁给我，我是求之不得啊。再说，你还看不出来，我娘很喜欢你吗？你娘喜不喜欢我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只要你喜欢我，就够了。大理臣民恭迎王妃。进去吧。娘，我们进去吧。进去吧。
王爷，王爷，皇上已在后堂等候。知道了。皇兄在这里，凤凰、玉儿，我们先去见驾。哦，婉妹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请用茶。哎，段郎他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不出来呀？穆姑娘等一会儿，小王爷马上就出来。什么小王爷？哈，段公子是镇南王世子，他不是小王爷，谁是小王爷？小王爷，小王爷。没想到这书呆子居然是什么小王爷。皇上有旨，召8天使穆婉清觐见。好，穆姑娘，咱们去叩见皇上吧。我要去找段誉，我看他干嘛？穆姑娘，小王爷也在里面。那我进去找他。哎，八天使穆婉清朝见皇上。 8天使叩见皇上。你就是皇帝？是啊，我就是皇帝。你就是穆姑娘吧？对呀，我就是穆婉清。怎么了？啊，感谢你一路上照顾玉儿。明天让玉儿带你到处走走，看看我们大理的风光。太好了。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哦。什么人私闯王府？徒儿，徒儿，你天下第一的师傅找你来了，快点跟我回去学武功吧！是南海恶神。 你这老家伙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敢管老子的闲事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哼，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闲事我当然要管。爹爹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他还要硬收我为徒呢。哦，是吗？哼，收徒弟收到我们家来了，他倒是真不傻呀。你这老家伙真是不想活了啊！嘿嘿嘿，那好，今儿个我就给你送终。送终？那也轮不到你。 我儿子还在。什么？那小兔崽子是你儿子？嘿嘿，我看不可能，没准儿他倒是我儿子。你看他脑后那个后脑骨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啊！你说你和我儿子一模一样，怪不得你要给我养老送终啊！你这老家伙居然敢占我便宜！算了，老子懒得跟你废话，今日徒弟我是收定了。岳老三，就凭你那两下子，还想收我为徒吗？我看你还是回南海湾恶岛再练20年吧。你小子几天不见，嘿，这嘴上功夫倒是长进不小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风雷翼，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风雷君子？我不懂。哼，这些都是武功秘诀，你连这些都不懂，还想收我为徒？
岂不让天下人笑话？再说了，我呢已经有师傅了。你有师傅，那就把他给我叫出来，老子宰了他再说。好，我去请他出来，你可不要跑啊！老子是著名的恶人，怎么能跑呢？岳老三，这位呢就是我的师傅了。你要是能打赢他，我就拜你为师。记住，岳老二不是岳老三。如果在3招之内，我要是不把他打个稀巴烂，老子今儿个就拜你为师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可要算数的，要不然你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！你快点来呀！你说比3招，就不用我师傅出马了，亲自来接你3招。别胡来，你行吗？婉妹，你不要担心。不行，我要是把我的徒儿给打死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打死我？我看你连打我都打不着吧？3招之内，我要是打不着你的话，老子立刻就拜你为师。哎，大家都听到了？我岳老二说话什么时候不算话？岳老三，岳老二，岳老三，老二，岳老三，岳老二，岳老二，岳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少废话，你快点动手吧。月儿，不要胡闹，让我来结果了这个恶人。好啊，想一起上是不是？行，今儿个我就把你们都给一勺一勺的贿赂。还有你这个皇帝，什么师傅，你也一起上吧。哎，不要，爹爹，伯父，就让我跟这个恶人比划3招吧。对，你们大家都不要动手，让玉儿跟他比试比试，也好叫他领教一下大理国小王子的厉害。岳老三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们比试3招。你要打不到我的话呢，你就拜我为师。不过呢，我要成了你师傅的话呀，我也不会教你武功的，因为你的资质太差了。我呢是教不了你这种笨徒弟的。你说我笨，你教我武功，你又会什么狗屁武功啊？要我教你武功，那还得看看我今儿个心情好不好呢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你看，小心！好快的身手，好身手。好啊，玉儿，你伯父和你父亲教了你这样的武功，你竟然一直瞒着我。哼，岳老三，你3招之内都没打着他，反倒被他给摔了一跤，你还不赶快磕头拜师啊？他刚才没有真的跟我动手，不算。不害臊！你要是不拜师，可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你是愿意拜师呢，还是愿意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呢？你这臭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刚才老子没有真正动手，现在才要真正的和他动手呢。你别伸手打他，这要成几点才学到？爹爹，我现在有点害怕，我看不成啊。不用害怕，我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岳老三，我们3招已经打过了，你应该拜我为师了。玉儿，别打了，你已经胜了。不用担心，玉儿没问题的。岳老三，你要是不赶快拜师，可就要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。胡说八道！我岳老二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做乌龟儿子王八蛋的。不做乌龟儿子王八蛋。是吧？弟子岳老二给你磕头了。段郎，你这徒弟也太没礼貌了，下次见到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赢他全是靠父亲相助，下次要碰到他，可能换我来拜师了。娘，我敬你一杯，恭祝你跟爹爹终于团聚了，还有我们一家3口啊，可以共享天伦之乐了。我不喝酒。
穆姑娘也敬你一杯。我敬你一杯。你看我们玉儿，真是越来越淘气了。我们做爹娘的都管不住她了，以后啊就靠你了。没问题，我最会管他了。他要是不听话呀，我就打他，打到他听话为止。对对对，这小子就该打。刀白凤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真是刀白凤，百夷人。我们家玉儿可对你真好，连我是百夷人也跟你说了。她呀，身上有一半也是百夷人，难怪她这么野。玉儿，吃菜。你真是刀白凤？对呀。使命难违。玉儿，断了！快拿解药！红的内服，玉儿，白的外敷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王爷，药！我要杀的是刀白凤，不是段郎。娘，我没事，你们不要为难婉妹。好，我们不会为难她的，你放心。看不出来，你真会骗人，居然说不认识修罗刀秦红棉。你，凤凰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回去跟他说，他若是想来杀我，让他自己找上门来好了。什么修罗刀秦红棉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你还装？他就是那个叫你来杀我的人。你说是我师父？不，我师父叫幽谷客，不叫什么秦红棉。他让我见到刀白凤就杀，没想到就是你。我早就觉得不对劲。他是不是还让你去杀俏药叉甘宝宝？那倒没有，俏药叉甘宝宝是我师叔，他叫人送信给我师父，说有2个女子害了我师父，这个大仇非报不可。那另一个一定是姓王的了，住在苏州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和我师父先到苏州杀他，可没有想到，这个坏女人手下人真多，住的地方又难找，我们连面都没见到，就被他手下的人一直追到大理来了。都是你欠的疯牛债，自己好好管教玉儿吧。凤凰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干嘛还放在心上？哼，我才懒得放在心上，是你的那些旧情人都放在心上。凤凰，别拦我！凤凰。你怎么报复我？下手吧，我不怕。真香，太香了！我早就应该看出来，你的模样，你的性格，
你说什么？五罗青烟掌，你怎么也会？这个，你师傅也教过你吧？我师父说，这套掌法，他绝对不传别人。死后，要带进棺材里去，绝不传人，要带入土。他只是在我不在的时候练这套掌法，我只是偷偷看到过。他常常独自练这套掌法。我师父每次打完这套掌法之后，就突然发脾气骂我。可是你怎么会的？好像比我师父打的还好。这五罗青烟掌是我教你师傅的。那你是我师父的师父，也就是我太师父了。不是。你今年18岁，9月出生，对吗？我的事你怎么都知道？你到底是我师父什么人啊？我对不起你师父。你说什么？你对不起我师父？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你爹娘是谁？我师父说，我是被爹娘遗弃的孤儿，是师父把我从路边捡回来养大的。你恨不恨你爹娘？你哭什么？啊，我没哭，我刚才多喝了几杯，有点醉了。你别装了，我都看见了。男人是绝对不流泪的，除了孩子。婉儿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。你有什么心愿，我都想办法帮你实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就答应我和段郎的婚事，你替我们做主，不许他负心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刚刚说过什么都可以答应我吗？你和玉儿，你不能嫁给玉儿。为什么？是他亲口答应我的。冤孽，这是冤孽！他要是不要我，我就杀了他，然后再自杀。我在师父面前立过誓的。别的事都可以，就这件事不可能。怎么不能？难道段郎他变心了吗？不是玉儿，这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的错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玉儿是你亲哥哥。你说什么？段郎他是我亲哥哥。不，你知道你师父是谁吗？他是你亲娘，我是你亲爹。你骗人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婉儿，我们回家吧。师父，师父，
婉儿，我们走吧。红棉，红棉，这10几年来，我想你想得好苦。婉儿，我们走吧，我不想在这里待了。师傅，他骗我，他说你是我母亲，他是我父亲。没错，他就是在骗你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的亲生父母早就死了。红棉，红棉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你别走了，我们2个永远厮守在一起。一家人团聚？难道你真想跟我们永远厮守在一起吗？红棉，我们女儿这么大了，以后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！你又在骗我了。如果你真可怜我们女儿的话，你就跟我们走，永远也不要回来。我是大理镇南王，总按文武机要，一天也不能走。我记得18年前，你对我说了这样的话，但我没想到，18年后的今天，你仍然对我说这样的话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在我心目中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负心的汉子。我真是恨死你了！红棉，段正淳，你已经做了几10年的王爷了，我想应该做够了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对你很好的，只要你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淳哥，你好糊涂啊！师姐，你怎么不长记性？宝宝，又上他的当呢？他哄你几天，又会回去做他的王爷了。宝宝，你也来了。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婉妹，婉妹，你怎么样啊？段郎，婉妹，你怎么了？婉儿，你去哪儿？师父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段郎是我的亲哥哥？为什么？婉儿，婉儿，婉妹，红棉，你别乱来。那看你想做这个王爷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儿子？看来今天这小子是非拜我为师不可了。红棉，只要你放玉儿一马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爹爹，真的吗？你真的什么都答应我吗？是，我都答应你。师姐，你还相信他吗？把他带走！爹爹！段正淳，我们今天晚上非要动手才行吗？宝宝，你为什么也来和我作对？什么宝宝的，请你放尊重些。我现在是钟万愁的妻子。宝宝，你嫁人了。分开这些年，我一直很想念你。你还想着我呀？
回去做你的王爷吧。师妹，你可别上他当了。师姐，咱们走吧。后面，姓段的，回去提着刀白凤的人头到万劫谷换你的儿子吧。走，宝宝，师妹，师妹，你怎么了？